好多人花大錢去買超級食物，但係科學家發現唔同食物嘅抗氧化含量竟然可以差幾千倍。你以為好健康嘅，佢可能根本唔係抗氧化嘅真正高手。8年時間呢，全球3000幾種食物逐樣分析，結果係最平價嘅先係真正贏家。我哋嘅身體呢，日日都會產生一種叫自由基嘅物質，遇到壓力、紫外線污染呢，佢哋就會攻擊細胞啦，好似生鏽咁一路蠶食。抗氧化物質呢，就係用嚟穩住自由基保護細胞嘅防護盾。咁如果你成日覺得疲倦、皮膚差、抵抗力弱，好可能就係身體抗氧化唔夠。問題係邊啲食物先真係有用？研究發現，植物性食物嘅抗氧化含量比動物性食物高9倍，而入邊最勁嘅唔係貴價嘅藍莓粉，係你廚房入邊嘅香料同草藥，丁香、肉桂、牛至、薄荷，佢哋嘅抗氧化濃度係所有食物類別入邊最高。咁仲有呢，就帶皮核桃啊、黑巧克力啦、綠茶啊、冷凍藍莓啦，咁全部都係平價又勁嘅選擇。顏色越深嘅食物呢，抗氧化成分呢通常就越高，而且天然食物入邊嘅抗氧化物呢會互相配合，效果遠超單一嘅補充劑。記住呢，唔係貴咗先有用，係啱嘅先有用。煮餸嗰陣呢，加咗肉桂、牛至或者薑黃；早餐麥片入邊加咗冷凍藍莓或者黑莓；零食嘅帶皮核桃同生核桃；飲品選綠茶同黑咖啡，唔好過濾得太精細。甜品呢，就喺可可含量7成以上嘅黑巧克力呢，呢啲全部都係超市買到，零技術即刻做得到嘅方法。最重要係餐盤要五顏六色，唔好淨係食白色同啡色嘅嘢，唔使追貴價超級食物，用返廚房本身有嘅香料同平價食材，已經可以幫身體築起一道真正嘅防護盾。